各位同學，今日學習嘅部首係木字，大家記得留意故事之中同木字有關嘅字詞喎。我叫做游小魚，又叫做雨雨，今年6歲，啱啱升小1。佢係我隻貓漢堡包，不過除咗我之外，個個都話佢係一隻河馬。雀仔早晨，雀仔早晨，蝴蝶早晨，蝴蝶早晨，早晨啊樹木，早晨啊樹木，樹木，早晨啊花朵，你哋今日好靚啊！花朵，行開啦，阻鬼住晒！大頭接接，傻瓜先會對住堆花講嘢。乜你咁冇禮貌噶？就算你哋有禮貌，咪又係有禮貌嘅傻瓜。早晨啊學校，我哋又見面啦。學校，校長早晨，游小魚早晨啊！校長，今日咧係禮貌日，記住咧要做一個有禮貌嘅學生啊！呢度